开始我们的礼拜。这时候我们先为我们自己主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把自己的心带给神。我们今天要在礼拜中与神相遇，我们开始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我们也为着整个国际间的武汉肺炎疫情，以及我们国家在整个世界，我们期待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我们就开口为着世界的疫情跟我们国家未来的道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接下来，我们为着今天所有的服事人员来祷告，不论担任什么职分，都让我们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，能够让礼拜成为一个馨香的祭，献给我们的神。我们就为着所有服事人员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在主日的时刻，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。圣灵上帝，我们欢迎你来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，在今天我们要与你相遇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施恩看顾我们，也保守我们今天的礼拜，从头到结束都有圣灵同在，也帮助我们不论是听的说的都能够得着利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等候你，求你亲自的触摸我们，感动我们，预备我们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姐妹平安。平安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又到了年底，进入了一个充满喜乐和盼望的节期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救主就要降生在我们的当中。耶稣是我们的盼望，使我们满有能力。这个时候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用信心来宣告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那我们一起拍手。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永住在我里面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让我们再唱一次我的盼望。我的盼望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和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和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有耶稣在我里面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将掌声和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”
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以马详。内利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荣美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详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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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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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的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荣美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详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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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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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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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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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光中的荣耀，荣耀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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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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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。是的，以马内利的主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，求你就有更多的来充满在我们的心里，更多充满在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里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
是的，主，愿我们的敬拜都归于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的爱戴都归于你。主啊，愿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你。主，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在你的殿中，我们要与你来相遇。主，你的灵来回转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到至圣的宝座前，好叫我们同心谦卑的来寻求。主，你要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听到你真理的灵如此的提醒我们。我们要用着敬拜的心来向主你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请跟旁边人说：愿你今天早晨遇见神的荣耀。阿们，阿们。请大家请坐。谢谢联合敬拜，谢谢联合敬拜团的带领愿一切的荣耀、赞美都归于值得颂赞的上帝。此时，我们一起来恭读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3章1到12节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3章1到12节，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第4页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，那时施洗者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，他说：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。他说，在旷野有人呼喊，为主准备他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走的路径。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间系着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。群众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境和约旦河一带来到他跟前，他们承认自己的罪，约翰就在约旦河为他们施洗。第7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要求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，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掉，丢在火里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表示你们已经悔改。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，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比我伟大多了，我就是替他提鞋子也不配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谷物，把麦子收进仓库。至于糠秕，他要用永不熄灭的火烧掉。以上，愿读他的话语又照他的话去行的人，都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今天早上，谢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以悔改的心迎接圣诞，以悔改的心迎接圣诞。让我们用恭敬的心一起来领受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待降节期的第一主日来敬拜上帝。待降节原溯于主后第4世纪，信徒们用40天，为期40天，用灵修、禁食、祷告来预备心，就是为了要迎接圣子耶稣的诞生。到了主后第7世纪，开始从40天缩减为4个礼拜，同样也是以灵修、禁食、祷告来预备心，迎接救主的诞生。
所以待降节的算法就是从12月25日往前数4个主日，4个礼拜。所以今天11月29号就是今年的待降节的第1主日。在待降节期，教会的布置也有特别的象征意义。在传统上，教会会用紫色或深蓝色来布置讲台，或者我们点的蜡烛的颜色，点燃第1根是代表希望，可是那个颜色就是提醒我们要反省悔改的意思，并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悔改，要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来期待上帝的拯救。因此，在我们准备庆祝救主诞生之前，应当先领受上帝的赦罪之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此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在待降节期的开始，主，我们将自己的心摆在你的手中。主，你将你今天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主，让我们真的是在待降节的开始，我们就把最好的献给你。主，就求你亲自的掌权。圣灵上帝，我们欢迎你来，你祝福我们，不论是听的讲的，都能够得到利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待降节的第1主日，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主角，就是施洗约翰。大家可能会很觉得奇怪，施洗约翰应该不是出现在圣诞节的主角名单中吧？今天的圣经说，他住在旷野，他吃蝗虫野蜜，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。如果用现代话来说，他是一位行径怪异的人。各位，为什么施洗约翰会出现在待降节中呢？这是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很简单又清楚，因为他大声疾呼说：“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”在耶稣要来之前，他在旷野喊着说：“要修平主的道路。”就是这位施洗约翰。结果呢，这样一个行径怪异的传道方式，竟然让那个有犹太历史传统的信仰团体复兴起来。他们开始经历一种信仰生命的更新。许多人到他那里就承认自己的罪和接受洗礼。弟兄姐妹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开始传福音事工之前，就已经开始有信仰的更新，而且不是在圣殿，不是在圣城耶路撒冷，而是在旷野。今天牧师要通过所读的圣经节，要分3个阶段跟大家一起来思考，如何悔改来迎接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。第一个，悔改的信息。今天的经文第2节说：“悔改吧，因为天国……”我放到台语版了，对不起，我换中文版。不对。好，今天的圣经第2节说：“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”这句话虽然是很简单的描述的一句话，但却说出施洗约翰的中心信息。我们常说，施洗约翰是在传悔改的洗礼，就是从这一节圣经节来的。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的宣告，人要悔改，因为这是上帝赦免拯救的时刻。圣经一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信息，就是人要悔改，才能看到上帝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
上帝的救恩不是靠买卖的，也不是用受洗的年资长或短，或者是家庭信仰传承的背景得到的。所以台语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：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母母无明，第四代安那？你请我无用啊！或者还有一句台语说：上帝有囝无孙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但是这一些都跟上帝的救恩扯不上关系。唯一能使上帝施展他的怜悯，让救恩临在人的身上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的心。他呼吁当时的人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这里所说的悔改的意思，是指心思意念的更新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所说的心思意念更新，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我们归向上帝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第二，悔改是什么？让我们看第3节，圣经记载说，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。他说，在旷野有人呼喊，为主准备他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走的路径。马太福音的作者，我们注意看马太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的写这样子，他是要直接指出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个人。在马可跟路加2本福音书当中，都只是间接地在暗示着施洗约翰有这样的一个角色。而马太福音的作者显然就是要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要注意，停顿已久的先知信息已经再度的出现，因此要注意听先知的话，要注意看先知的行动和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先知以赛亚他所讲的信息，原本是对国家灭亡而被俘虏到外国巴比伦去的这些百姓说的话，是在安慰他们，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和信心，因为上帝的拯救即将要临到。马太福音的作者认为，施洗约翰就是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一样，是要传讲上帝安慰他百姓的信息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整个施洗约翰的工作的中心，就是要人们悔改。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们来找他，就是因为承认自己的罪，这一点最重要。也可以说，施洗约翰的工作是成功的。人们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甚至一再的设法想要隐藏自己的罪。而这些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正好说出施洗约翰所传的是真的有打动他们的心。台语说刺擦因的心嘛，使他们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。所以施洗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信息。那么各位弟兄姐妹，悔改是什么？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渴望经历内在生命的更新。牧师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名叫做《福音作为悲剧、喜剧和童话》。这本书的内容大概是说，福音要先听到坏消息，然后再听到好消息，最后竟然不可置信的发生，就如同童话般的神迹在我身上。也就是说，福音它记录了人类失败的悲剧，就是坏消息。人类在失败中被上帝全然赦免与拯救的喜剧，
也就是好消息，以及人类在上帝慈爱怜悯中，生命被奇妙转化，像童话一般的美好。弟兄姐妹，敬畏上帝、领受福音，最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在主耶稣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说：时机成熟了，上帝的国快实现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从福音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最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牧师为了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悔改是什么，我找了几段在教会历史中谈论悔改的名言，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个就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，他说：悔改就是180度的向后转，就是说跟你原先走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。第二个，被人称为牧师中的牧师的穆安德烈，他说：一个人了解并体验他的本性一无可取，而且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后，才会有真实的悔改。第三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节，他说：最难认罪悔改的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及教会的领袖、属灵领袖。第四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：认罪悔改是得救的开始。第五个是德国玛利亚福音姐妹会的院长施宁，他说：悔改最大的阻碍是自义。还有一句，悔改是为了预备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最真实的一条路，这句是我说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悔改的相反词就是自义。当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时，以及和别人相比较，总是觉得我也算是蛮不错的啦，在这个时刻就不会是悔改的状态。所以悔改是为了预备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最真实的一条路。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圣经第7节到第9节，它记载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。施洗约翰责备他们说，真实的悔改是要结出果子的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自以为意的时候，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时候，就不会结出悔改的果子。那么悔改是什么？怎样才会有真实的悔改？弟兄姐妹，在这时候，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就闭上眼睛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心世界，在安静中聆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那个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在你生命中标示着任何人都禁止进入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内心最深处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地方。牧师邀请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进入你我的软弱羞耻之中，同时我们也敞开心，安静聆听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。当一些负面情绪发生时，我们问自己：我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常常会发脾气？为什么我常常就是看某人不顺眼？为什么我常常觉得别人冒犯了我？等等，这些是不是显示我的信仰可能哪里出了问题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牧师邀请你带着真实的情绪和情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静静的想，静静的想。愿上帝帮助你。好，眼睛打开，我们要来继续讲我们的第3，悔改要有行动。弟兄姐妹，请注意，悔改是需要有行为的改变，否则不是悔改，而是懊悔。正如圣经第7节到第8节记载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，要求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。这是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责备。很可惜，一直到了耶稣传福音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仍然依旧没有看见。当耶稣在世，还有不少的例子，例如路加福音18章8到14节，是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中祷告的比喻。圣经记载，法利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，站在圣殿内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那个税吏，我1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只见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胸说：上帝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当小儿子醒悟过来，就马上起来回到父亲的面前，对爸爸说：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小儿子认罪悔改之后，深深体会到自己不配再成为儿子。但是在家里的大儿子，他却也没有享受到在家做儿子的喜悦。当弟弟平安回来，他却非常生气，不肯进去。父亲出来劝他，他却对他父亲说：你看，这些年来，我像奴隶一样的为你工作，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给过我什么？连一头小山羊都没有让我跟朋友一起热闹一番。但是你这个儿子，把你的财产都花在娼妓的身上，现在回来，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。以及路加福音7章36节到50节，法利赛人西门，他邀请耶稣来到家里做客。在这时候，来了个有罪的女人，带着1瓶香油膏，用眼泪为耶稣洗脚抹香膏。主人西门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耶稣知道了，就对西门说：西门，你看见这个女人吗？我来你家，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，她却用眼泪洗我的脚，并且用她的头发擦干。我来你家，你没有用接吻礼来迎接我，但是她从我一进到你家，就不停地亲吻我的脚。我来到你家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他却用香油膏抹我的脚。我告诉你，他所表示深厚的爱，证明了他许许多多的罪
都已经蒙赦免。那少得赦免的，所表示的爱也少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说，爱大，赦免也大。弟兄姐妹，自以为意的一方所体会的爱，往往不如那些罪过得蒙赦免恩典的大。因此，当他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体会到的恩典大，感激也就大。弟兄姐妹，悔改是为了预备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最真实的一条路。请问你是否有同感？大家阿们吗？我们也要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？牧师再一次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再一次的安静心，同样闭上眼睛，我们花一点时间想想，我有看见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吗？我有看见我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吗？在这圣诞节期布置很美丽的礼拜堂中，要想着悔改，确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对于那些自认为已经在上帝家里面的人，有时确实会逐渐忘记了，我们仍然也是需要悔改的人。只要我们曾经回想自己是否有一颗浪子悔改的心，我们会常常对主说：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。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就能够重新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代降节的第一主日，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来预备心。在这里，上帝或许没有派行径怪异像施洗约翰一样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今天牧师也没有打扮成施洗约翰的样子，但是牧师要在代降节的第一主日提醒我们，以悔改的心来预备主的道路，迎接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回转归向上帝。牧师曾经看过一个圣诞节的剧本，里面是描写有一群年轻人，他们正在兴高采烈的举行圣诞舞会，正在欢喜快乐的热闹当中，突然听到有人拍门，招待人员听见了，就去开门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个陌生人，就问他说：你是谁啊？把你的名字报上来。那个客人回答：我的名字叫做耶稣。招待人员就查看了名单以后，就对他说：对不起，我们没有邀请你，因为在客人的名单上并没有耶稣这个名字。随即用力将门关上，把耶稣拒绝在门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是来到一个遭受许多人拒绝的地方。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就已经被这样对待了。各位，那你呢？我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？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是否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纳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？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，
接纳主耶稣进入到我们心中那个阴暗的角落，还是我们依然看到耶稣，跟他寒暄几句，并且说圣诞快乐，然后就把心门给关上之前，还对主耶稣说：“耶稣，抱歉啊，我的心里没有房间，让你待在我的心中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圣诞节期中有没有悔改这个部分？如果有，那么施洗约翰今天就是在对你我的生命说话。也就是说，以悔改的心预备主的道路，迎接圣诞。最后，牧师还是要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安静心，闭上眼睛，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让我们有一段悔改的安静默想。请把眼睛闭上，先安静我们的心，想想我有什么是需要悔改的。再想想关于结果子，恳求圣灵此刻引导你想起一个人，是不是你该对他好一点的那个人？先主动的伸出关心的手，好好面对此时圣灵把他放在你心中的那个人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因此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，要是想起有弟兄姐妹对你不满，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，立刻去跟他和解，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悔改，这就是让上帝心满意足的礼物，这是悔改所结的果子，也是我们今年所能献给上帝最美的礼物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回去后持续的祷告，让上帝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，也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和好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跟应该对他好一点的那个人，能够先主动伸出关心的手，使我们有和好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眼睛张开，在待降节的主日，第一主日的时候，当我们整个教会都开始预备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之前，先别让自己太过忙碌，悔改才是最重要的预备。只要有开始，永远都不会太迟。所以在这时候，牧师要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要同时用我们的心要对主一起来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上帝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献上悔改的果子给你，愿你悦纳，也祈求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，在生活中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，来迎接圣诞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其实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做奉献。
请我们一起站立来做奉献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爱的源头，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定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恳求你赦免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更新，用行为证明我们的悔改，成为领受福音的记号。因为我们的生命、才能和金钱都是你所赏识，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恳求你的保守，坚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工，能荣耀你的名。愿我们的奉献的金钱能蒙你悦纳，成为你圣工的用途。我们将祈求、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这是我简单的来报告，请我们一起翻开周报的第5页。第一项，本周特别事工。第1点，本主日为代降节第一主日，点燃第一根指示蜡烛，代表希望。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与盼望，让我们在这代降节的节期，透过读圣经、祷告，日日与主同行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并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发光，传扬福音。本年度的圣诞节的节庆活动刊登在周报的第17页，请大家一起来关心、参与与代祷。第2项，肢体关怀。第1点。本会会有陈瑞云姐妹于11月18日安息主怀，定于12月4日上午10点半，在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与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2点，这个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时间有一些改变。本会会有曾雅国弟兄于11月25日安息主怀，定于12月14日。就是礼拜一的上午10点，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2厅举行入殓礼拜，并于当天下午2点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。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这是我们曾长老的父亲，请我们一起来关心。那第3点。本会会有林金梅姐妹于11月25日安息主怀，定于12月11日上午10点半，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4点，本会会有卓怡莹姐妹与林宗庆弟兄，定于12月5日上午9点半，在高雄3一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赐福新人及他们全家。第5点，恭喜本会会有柯志文、赵丽萍伉俪于11月9日喜获千金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。第6点，恭喜本会会有刘美红姐妹之女林君如姐妹与邱创俊弟兄，定于12月12日下午3点，在中原大学瑞丽堂举行教堂证婚仪式，愿上帝赐福新人。第3项，敬老旅游12月1号到2号敬老旅游由杨牧师带领前往嘉义、梅山等地请已报名的长者于12月1日早上6点50于教会1楼集合7点准时出发，备有早餐。以上我们现在请谢牧师来欢迎来宾。请问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人吗？没有哈。好。那愿上帝祝福大家，这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，来唱祝福歌。
们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今天你们以悔改的心来迎接圣诞，预备主的道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相通感动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这时候可以跟大家互相的打个招呼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